歡迎大家嚟到 MHK YouTube 第3台嘅呢一集嘅老岳靈魂首期啦。較早前咧，我就喺互聯網裏邊咧就係掃到下有一個嘅喺中國河南裏邊嘅就揾到嘅一個嘅青銅器嘅古物。咁呢個青銅器嘅古物咧，咁啊即係當然佢嗰啲嘅漢字咧，老岳連讀都唔識讀啦，係嘛？但係吸引到老岳嘅一個嘅注意力係啲乜鬼嘢嚟嘅咧？原來呢一個嘅青銅器裏邊咧，竟然係有一個嘅人頭喺裏邊喎。咁奇怪嘅，點解要揾一個青銅器裝住一個嘅被斬咗落嚟懷疑係被斬咗落嚟嘅一個嘅人頭咧？咁樣好，所以咧就老岳就對呢件嘅事件就好有興趣。按圖索驥之後咧，就揾翻咧就原來呢一個嘅青銅器咧，就係喺以前商朝時期嘅一個嘅古代嘅一個嘅文物。咁而有個啱得咁巧咧，當中裏邊咧出土嗰陣時咧，就喺一個嘅青銅器嘅一個嘅懷疑係曾經用嚟煮食過嘅一種嘅器皿同一啲嘅考古出嚟嘅以前一啲我哋商朝嘅人類當時佢用嚟烹煮一啲嘅食物嘅一個嘅器皿好近似。然後一啲考古學家就懷疑啦，咁樣係咪曾經有人係煮過人頭咧？唔係啊嘛？難道而家我哋香港曾經喺發生過嘅呢一個嘅蔡天鳳人頭青紅蘿蔔湯喺商朝嘅時期已經係盛行，唔係咁恐怖啊嘛？所以咧我就為今日嘅呢一集嘅老岳靈魂首期咧，就了解下究竟喺商朝嘅時期發生緊啲乜嘢嘅事，係咪真係用一啲嘅青銅煮食器皿而烹煮呢一個嘅人頭？而佢哋背後烹煮人頭嘅目的，究竟係毀屍滅跡或真係食咗落肚定係玩一啲嘅人體嘅一個嘅人體奧妙展呢一種嘅實驗嘅情況咧，定係點咧？咁所以咧我就為咗呢一集咧就做咗啲功夫了解下，而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呢一個嘅出土文物咧就係一個嘅殷墟裏邊一個嘅青銅器，呢一個嘅名字咧就叫做硯咁個硯呢一樣嘢咧，就係當時啲人咧就愛嚟烹煮食物嘅其中一個嘅器皿。但係呢一個嘅烹煮食物就唔係炸，又唔係煎，又唔係呢一個嘅燒，而係咧就係蒸啦。咦？咁聰明嘅你可能即時就會問啦，喺個硯裏邊發現嘅一個嘅人頭，難道係真係愛嚟蒸熟嘅一個嘅人頭？你哋有咁樣嘅諗法，就證明你睇得 MIHK TV 嘅呢一個嘅節目就多啦。原來真係經考古學家嘅一個嘅睇法咧，相信當時嘅呢啲嘅商人咧，就係真係商人唔係 merchant 係商朝嘅呢啲嘅華夏嘅呢啲嘅人類就係真係用呢一個嘅硯嘅一個嘅器皿而活生生咧將一個嘅人頭咧就係蒸熟啦。咁點解佢哋要蒸熟一個嘅人頭咧？除咗即係佢哋即係可能會有食人嘅呢一個嘅習慣之外咧，而最主要嘅就係用大量嘅屠宰人類同埋畜生咧，愛嚟即係祭祀鬼神、慰藉呢一個嘅先祖同埋咧就慶祝一啲嘅戰爭嘅一個嘅勝利嘅成果而做呢一種嘅動作嘅。哇咁煮邊個嘅人頭係咪揾個雜豬頭個頭嚟煮定係揾無厘頭捉條友嚟呢一個嘅斬殺煮個頭咧？當時嘅呢一個嘅考古學家咧喺一個嘅河南安陽嘅殷墟裏邊咧揾到呢一個嘅硯執到呢一個嘅人頭。當時佢哋就會諗啦，會唔會係偶發性嘅一個嘅事件呢？因為出土文物會唔會隨住地殼變動打風落雨水浸flooding地震咁樣，有個啱得咁巧，附近啱啱就係有個人頭，而家個人頭就碌咗落去呢一個嘅硯裏邊咁樣。原來咧即係會唔會係咁巧合咧？當然可以從一啲嘅實驗同埋化驗裏邊咧就係考證得到嘅。而發覺呢一個嘅人頭骨裏邊咧，就似乎佢哋嘅鈣質就已經就係全部就係流失。如果一個嘅頭顱裏邊嘅骨頭嘅鈣質係流失咗，通常咧就係經過烹煮至可以令到一啲嘅骨骼啦嘅鈣質就係流失，而且呢一個嘅頭顱骨咧，亦都咧就係見到有變形嘅呢一個情況。即係證明佢係曾經受過一個嘅高熱令到佢呢一個嘅骨骼就係變形。所以考古學家佢哋就覺得咧呢一個嘅人頭咧應該咧就係新鮮斬咗落嚟嘅時候擺咗喺呢個硯裏邊，然後愛嚟咧就係蒸煮至蒸咗熟佢，令到骨質裏邊嘅呢啲嘅鈣質流失之餘，亦都令到呢一個嘅頭顱骨咧就係變形嘅。
咁好啦，咁你話咁究竟呢一個頭骨係邊個嚟嘅咧？咁啊經呢一個嘅考古學家對個骨頭嘅一個嘅化驗咧，佢就睇到有兩樣嘢。第一，呢一個嘅頭顱骨裏邊嘅骨質咧就好緊密，咁啊相信咧係一個比較係年輕屬於一個嘅少女嘅呢一個嘅頭顱。從佢嘅牙齒裏邊嗰啲嘅整齊度嚟睇咧，受損嘅程度咧就唔係咁多。相信咧受害人嘅呢一個嘅離世之前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年幼啊，即係正宗乳齒啊，即係幼齒嘅呢一個嘅狀況。相信呢一個人頭骨咧，屬於一個13至到17歲到嘅呢一個嘅女性。咁而家人頭骨咧，亦都係曾經咧就俾一啲好似利器啊、鋸齒㗎咁啊呢啲嘅硬物咧就係斬咗落嚟㗎，咁啊然後咧就係放喺呢一個嘅碗裏邊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嘅蒸煮。哇！我喺度諗緊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㗎？咁點解會用呢一個嘅人頭去祭祀啲天啊，或者係天神啊、祖宗啊、鬼神啊咁樣？我依家當然會同大家咧就係去講講啦。好啦，咁而呢一個嘅地方發現咧，就係叫做河南嘅安陽嘅殷墟，正宗就係一個嘅祭祀坑啊，係活人嘅一個嘅祭祀嘅一個嘅活人坑。咁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嘅走獸人類唔同嘅骸骨咧，亦都喺裏邊咧就係發掘得到。咁而發掘到嘅呢啲嘅人骨咧真係異常恐怖啊！有被活生生斬咗落嚟嘅呢啲嘅頭顱啦，咁亦都有咧就係被人肢解咗嘅一啲嘅肢體，咁亦都有一啲嘅身體裏邊咧就唔見咗呢啲嘅手腳嘅，咁亦都混雜咗咧好多其他嘅一啲嘅豬牛羊嘅牲畜嘅一啲嘅骸骨喺裏邊。點解會咁樣嘅呢個情況咧？而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可能咧就係同以前商朝嘅人進行呢一個嘅活人祭祀嘅祭禮即係有關啦。咁而當時即係佢哋呢種嘅做法咧係好有系統、好有流程嘅。咁以活人同埋牲畜進行呢一個祭天祭鬼神嘅呢一個嘅祭祀咧，係嗰陣時開始咧，自有一種有系統地去宰殺咁樣嘅狀況咧，就係進行嘅。咁而考古學家咧，亦都認為當時嘅呢種活人祭祀嘅呢種嘅祭神嘅呢一個嘅行為咧，有分工啦，亦都有一個嘅流程。而一個流程咧就係包括咧講起上嚟即係可能大家都會驚就係先去捕獲一啲嘅人，然後就去殺宰呢啲嘅人，然後就將呢啲嘅殺宰嘅人之後咧就係進行一啲嘅烹煮之後咧，仲要分甘同味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係有呢一個嘅流程嘅。哇，咁樣嘅唔係恐怖嘅，因為即係有一個嘅捕獲啦、宰殺啦、烹煮啦，咁多重嘅呢啲個環節嘅。咁而參與呢個嘅祭祀嘅形式咧，通常就係牽涉咗好多一啲嘅商朝一啲嘅貴族皇權或者係執政擁有權力嘅人咧，就係參與呢一個嘅祭祀，亦都會有好多其他嘅既得利益者或者係 stakeholder 咧，就係亦都係被統治嘅階層咧，亦都係參與。咁喺呢件嘅事件裏邊咧，呢一種嘅即係祭神嘅儀式咧，其實就代表緊執政者感謝上面皇權神恩天上面賜一個嘅權力俾佢咧，就係掌管呢一片嘅土地。咁亦都咧就係利用上天對佢哋嘅眷顧，咁佢就一定做咗好多一啲嘅戰功上面打贏仗享受一個嘅成果，就而家同呢啲鬼神祖宗咧就去分享。咁而亦都有一啲嘅被統治嘅階層咧一齊去參與，就係咧就係 endorse 呢一個嘅皇權，endorse 呢一個嘅權力嘅呢一個嘅核心，擁抱呢一個嘅權力，接受佢哋嘅呢一種嘅統治嘅呢一個情況。哇！真係好似而家嘅一個嘅中國嘅一個制度，大家一齊參與做壞事係嘛？仲要擁戴個皇權做埋一啲嘅壞事係嘛？即係一齊支持佢，等佢自己都係分一杯羹咁樣嘅情況。唔同流合污咩？就只有做人抗、做人畜就俾佢哋一齊捉咗嚟，就係祭祀。真係好似而家呢一個嘅中華大地嘅一個嘅社會嘅狀況啊！咁好啦，咁而呢一個嘅蒸人頭咧就無獨有偶，喺頭先所講嘅第一個喺中國境內河南發現嘅咧，就係1984年。15年之後咧，就喺附近嘅一個嘅幾公里以外嘅一個嘅亦都係一個嘅祭祀墟裏邊咧，一個嘅小型嘅貴族嘅墓地裏邊咧，亦都揾到第二個嘅堰，而一樣咧就係亦都有呢一個嘅人頭。咁亦都係用類似嘅呢一個嘅方法係嘛？先斬咗個人頭，然後再擺喺個堰裏邊咧，就係以呢一個嘅蒸熟佢。
咁啊無獨有偶喺一人頭裏邊咧，亦都係 find out 到啊呢一個嘅骨縫裏邊嗰個嘅緊合度啊、牙齒嘅磨損度啊，相信咧呢一個嘅人頭咧係屬於一個嘅年輕嘅呢一個嘅女性。從個骨骼裏邊嘅密度嘅比較係偏高嚟睇咧，就似乎啊即係個營養亦都係頗好啊，即係冇骨質疏鬆性。咁啊亦都咧就係一個年輕之餘咧就係生活得比較好、營養比較充分嘅一個嘅階層嚟嘅。咁啊似乎咧亦都可能係一個嘅貴族啦，又或者個陪嫁嘅一個嘅侍女啊。哇！咁點解要揾貴族同埋陪嫁嘅侍女嚟斬人頭做活祭咧？應該我哋都同大家解釋點解啊？因為點解啊？因為好嘢至可以拎俾佢奉獻俾啲嘅神，奉獻俾啲嘅鬼。唔通我求其喺街邊裏邊深水埗捉過呢一個嘅流浪漢去祭祀，佢殺咗佢，然後佢奉獻俾呢一個嘅天咧，梗係揾啲好嘢靚女係嘛？即係筍貨後生亂口係嘛？然後至劏鬼咗佢去祭祀呢一個嘅天，咪求其揾個老弱殘兵係嘛？去咩劍橋藥老會捉件出嚟生湯係嘛？大佬啊，個天真係分分鐘冚家產要切開呢一個嘅地震海嘯風災龍捲風，咁我咪死得人多，咁啊緊要揾件好嘢要送俾人。所以啊，即係考古學家相信唔係好嘢就唔會捉嚟咧，就係做呢種嘅祭祀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啊嗱，同大家咧就即係去講講啦。嗱，呢一個嘅演裏邊咧，除咗一個嘅煮熟咗嘅人頭之餘咧，仲發現到有其他嘅動物嘅一種嘅骨骼。咁啊，而咧似乎仲要係蒸到黐底，係咪有啲燒焦過嘅呢一個嘅痕跡？咁啊，相信當時嗰啲嘅祭品啊，曾經經歷過呢一個嘅烹煮嘅情況，包括咗人嘅人肉同埋動物嘅肉咧，就係一齊抌落去，一齊咧就係呢一個嘅用重火大火啊咁樣咧就係猛蒸啊，咁啊蒸熟佢咧，我嚟祭祀呢啲嘅祖先同埋祭祀一啲嘅鬼神啊咁樣。哇！咁啊，真係聽起上嚟，大家係咪覺得哇？點解商朝嗰啲嘅人咧就係咁恐怖、咁殘忍？嗱，當然我哋以今日嘅現代人嘅角度，今時今日嘅道德標準、社會標準去量度以前嘅人嘅行為，梗係覺得佢哋好匪夷所思啊！實情當時嘅一啲嘅商朝嘅人咧，已經由石器時代開始咧，已經係奉行咗成1000年啊，做呢種嘅祭祀啊，用活人祭獻嘅呢種嘅方法嘅行為㗎啦。喺佢哋個人認為咧，就真係習以為常，簡單過不得了咁簡單啊，尋常過不得了咁尋常。咁而喺佢哋一啲嘅甲骨文嘅呢一個嘅文詞裏邊嘅一啲嘅記載咧，每年啊，佢哋都要組織上過百次嘅呢種嘅祭祀嘅呢一個嘅活動。咁啊，正如我頭先所講啊，祭祀嘅活動就係好有系統、好有組織啊，亦都有一個嘅相對嘅流程，就首先去捉人啊，然後就去宰殺啊，跟住咧就係烹煮咁樣嘅呢一個情況。咁啊好啦，頭先我所講啊，點解嗰啲祭祀坑裏邊有咁多嗰啲骨頭啊，係嘛？斬頭啊、肢解啊、唔同嘅身體部件啊、動物嘅骸骨啊，咁樣去組成嘅咧？點解要有咁多嘅一啲嘅殺戮咧？原來咧當時佢哋嘅呢一種嘅祭祀啊，真係要通過一個嘅血祭啊，即係感謝即係上天對佢哋嘅眷顧。咁即係換句話講，越殺得多係嘛，就即係對佢哋咧就係對上天裏邊啊，就即係呢一個嘅感激就越大。咁而呢啲嘅祭品即係如果佢哋嗌得越大聲慘鬼哭神號，越大聲呢一個大聲疾呼慘號叫得越嚟越陰公嗌痛叫慘係嘛，呻吟痛苦呢一個嘅嚎哭咁樣，越多呢啲嘅負能量悲慘嘅呢一隻嘅聲音發出嚟咧，即係代表佢嗰啲嘅祭品就越新鮮、越有活力、越健康，筍貨 AAA 嘅一個嘅 Angus beef 係嘛，咁至去愛嚟祭神咧，至對神嘅呢一種嘅尊敬。哇！諗起上嚟屌啊！我真係有啲即係毛骨悚然同埋呢一個嘅驚啊！如果大家諗一諗，有部嘅時光機，我同你哋一齊翻去以前商朝裏邊經過呢啲嘅祭祀坑裏邊，見啲嘅商朝嘅人捉啲人嚟進行一個嘅活人祭祀我諗我係聽到嗰啲嘅慘叫嘅呢一種嘅聲音都非常之呢一個嘅毛骨悚然同埋嚇到即係瀨屎瀨尿我仲好記得。當時過世咗嘅倪匡先生嘅寫過一本嘅一個嘅衛斯理嘅小說就係記載咗有一個嘅陶瓷唔覺意咧就係 capture 咗當時嘅古人去殺害一啲嘅活人祭獻嗰陣時
記錄咗一啲好恐怖、好陰公、好慘酷嘅呢啲嘅聲音啊！所以相信咧，倪匡先生啊，知書識講啊，即係博學多才，亦都知道略知以前啊古代嘅人咧就活人祭獻，而將佢咧即係呢一段嘅歷史咧就係創作咗喺佢一本嘅衛斯理嘅著作裏邊啊！咁啊諗翻起對正翻啊，而家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啲嘅黑歷史啊，咁啊即係當然知道當時嘅人啊，簡直係冇人權可言啊！即係對人咧就係等於呢一個嘅畜生，係嘛？慘無人道，毫無人權。嗱，你冇聽錯，我冇講錯，佢對人真係當畜生咁樣，而將呢一種嘅人捉咗去獵殺。殺呢一個嘅肢解，令到佢哋嗌得好大聲，然後再烹煮，佢哋真係叫呢種嘅攞嚟去祭神嘅活人咧，就叫做人牲即係嗰個牲咧就係牲畜嗰個牲，係嘛？咁咁恐怖嘅喎。咁而咧同時之間咧，佢亦都會用一啲嘅豬牛羊，咁嗰啲咧就真係記咗就叫做畜生啦。咁又有人牲同埋一個嘅畜生係兩種嘅活嘅祭品去獻祭俾一啲嘅神明嘅。咁好啦，咁即係。頭先我所講啦，即係要點解要斬到嗰啲人一節節，就係因為令到佢哋嗌得特別慘，越嗌得慘，越嗌得大聲，係嘛？越叫得呢一個嘅陰公叫痛，就係對呢一個嘅神靈咧，就係最大嘅一個嘅尊敬同埋崇拜啊！亦都要聽到呢啲咁嘅慘痛嘅叫喊聲、叫痛聲，即係代表佢哋嘅祭品啊，即係越生猛啊咁樣。咁 what if 唔夠生巧，唔夠新品，唔夠呢啲嘅動物，唔夠呢啲嘅人生，咁點樣算咧？咁你真係估佢唔到啊！記一啲嘅甲骨文嘅記載啊，佢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哋就係唔令到呢啲嘅人生或者係呢啲嘅畜生即刻死，而用唔同嘅折磨佢哋嘅方法打割劈呢頭斬隻腳，跟住就斬隻手，係嘛？慢慢咁樣咧就係折磨佢哋令到佢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冇一時即刻咁有個痛快令到佢哋流血嗌痛慢慢咁樣死即係延遲佢哋嘅呢一個嘅在世受難嘅呢一個嘅情況嗌得特別慘特別痛咁而咧就係彌補咗身口唔夠多嘅數量嘅呢一個嘅參差咁樣嘅情況，哇！真係唔夠你諗真係可以係咁鬼殘忍㗎咁樣。咁好啦，咁亦都同大家咧講下，即係嗰啲嘅甲骨片其實有好多咧，亦都係有人類嘅頭腦即係記載咗落嚟。咁當時嘅即係用一種嘅甲骨文嘅方式記載嘅事實咁亦都寫咗多象形文字咁亦都當然要靠好多嘅專家去分析去參詳，至可以了解到呢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點解呢啲嘅傷人殺人祭祀呢啲嘅歷史好似唔係廣泛流傳，冇乜人知咧？我一陣間再同大家解釋點解有咁嘅呢一個嘅情況啦。講翻點樣去蒸人頭嗱，今時今日我哋有一個嘅叫做蒸鍋係嘛，或者我哋蒸饅頭蒸餃子蒸蝦餃、燒賣蒸籠咁樣，我哋通常就係一層層嘅。咁底部咧就係有啲嘅唔同嘅窿係嘛，咁而去到最底咧就係我哋一個嘅鍋就我嚟裝水，咁燒熱啲水咧，利用個水蒸氣咧就係向上一層過一層咁樣通過嗰啲嘅隔離嘅一層層然後嗰啲嘅窿咧，啲水蒸氣向上咧就係將一啲嘅食物咧經過高熱咧就係將佢蒸熟嘅。咁而頭先我所講嘅呢一個嘅演咧就係類似呢一個嘅concept 同埋一個嘅概念個原理亦都係一 Q 樣，只不過係當時我嚟蒸嘅就並不是饅頭，而係蒸人頭嗱，而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咩叫做饅頭？饅頭亦都可能係後尾即係人類嘅一個嘅歷史喺中國嘅大地裏邊哇，唔好食人頭咁殘忍啦！咁然後咧就係有咁多嘢食，不如我哋即係用個包就係製到好似個頭咁樣，咁然後咧就係蒸熟佢嚟食。就有翻以前古人嗰種蒸人頭，只不過係演變咗去做蒸饅頭啦。咁我相信咧，一定係一個個進化過程裏邊咧，就有呢一個嘅情況。而點解到後尾我哋喺呢一個嘅華夏裏邊再冇殺人即係祭祀活人咧，而去到秦朝裏邊嘅兵馬俑真係要用一啲嘅人魚1比1嘅 size 嘅啲嘅活俑即係呢個陶俑嚟代替咧。當然亦都係啲人就越嚟越聰明啦，捉咗啲人去食，同埋捉咗啲人去山祭係嘛，即係送俾個天係嘛，咁然後即係嘥晒啲嘅勞動力
不如留翻佢哋係嘛，去做人礦啊，逼佢哋交稅，逼佢哋開墾啊，逼佢哋咧就係築長城、起城堡、做苦工，好過啦。嗰個生產能力啊，嗰個商業能力有錢噶嘛，正宗係真係跟睇錢看係嘛，唔好揾呢啲咁嘅嘢生財工具整爛咗佢咁戇居啦，係咪啊？咁而且殺得人多啊，反抗力咧就係越大，咁啊正咧就係啊將來就會 backfire， 因果報應就唔得掂。我諗啲人咧就會越嚟越聰明咧，就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係變相就係進化咗，就冇再殺咁多嘅人啦。好啦，講翻呢一個嘅演啦，咁呢一個演咧原來亦都係分為一個嘅兩部分嘅噃。咁佢即係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大口個兜形嘅一個大盤嘅，我嚟裝食物或者裝人頭嘅咧，嗰個就叫做罾。下邊有3隻腳我嚟裝水嘅咧，嗰個咧就係叫做厲。咁啊個罾同埋個厲中間咧就係隔住咗一層嘅塵塊，有啲窿喺度咧，就啲水蒸氣可以上到去咧，嗰個就叫做必。咁啊，所以一個嘅演咧就有3個部分嘅，就係一個嘅叫做罾啦，就嚟裝嘢㗎啦。擺水嗰個地方就叫做厲，而隔住嗰個罾同埋個厲有氣孔，所以上得到去就叫做必。咁啊，再進化到咧個呢一個嘅演咧，就可以分為有2種嘅呢一個形態，一種係叫做分體演，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啲蒸籠咁樣啊，分開2層嘅；另一種咧就係叫做聯體演。咁啊，聯體演當時啊當然就係一啲嘅舊啲嘅一啲嘅 version 同埋 model 啦，係嘛？分體演就係即係後尾即係人係聰明咗、醒目啲啊，方便啲蒸完，因為成兜抽起就拎去咧就係煮食啊，大家去分享啊咁嘅情況係嘛？如果唔係你成兜都俾我哋又重又盛係嘛？又青銅嚟嘅喎，咁大堆嘢係嘛？即係你話啦，真係幾鬼熱㗎係嘛？係咪咁樣講啊？又重係嘛？咁所以原來個演咧都係有咁嘅一個嘅概念啦，同埋一個嘅設計，你真係估計唔到以前啲古人啊，即係有咁高端嘅一個智慧同埋醒目啊，即係可以係做呢一種嘅烹煮嘅器皿啦。好啦，咁啊頭先同大家講啦，咁啊呢一個嘅祭祀活人、祭祀敬畏鬼神、祭祀呢一啲嘅先祖嘅做法，就喺商朝裏邊啦。但係如果大家有熟讀嘅呢一個嘅《封神榜》，都知道啊，商朝臨到最尾嗰個暴君就叫做紂王。咁啊，紂王當然呢條嘅木嘴就係即係花天酒地，日日就攬住妲己即係一個嘅酒池肉林，又飲酒又成施行暴政，係嘛？咁啊，即係一個嘅紂王係嘛？有冇食人嘅習慣咧？咁啊，原來咧，我即係睇翻一啲嘅記載咧，懷疑當時紂王嗰啲嘅所謂嘅酒池肉林啊，分分鐘都係一啲嘅人肉嚟嘅添。咁而大家都會知道啦，周文王姬昌起兵造反推翻呢一個嘅商朝好大個原因，因為佢個仔周邑係嘛？呢一個嘅八邑炮係嘛？就俾一個嘅紂王咧，就係將佢剁為肉餅係嘛？然後分咗俾呢一個嘅周文王周昌食，所以咧就係激起佢咧就係火滾就係要幫佢嘅大仔即係報仇，而咧就係謀反推翻呢一個嘅商嘅呢一個嘅王朝。咁好啦，咁大家都如果有睇過《封神榜》，亦都知道商紂王曾經亦都咧就係將佢嘅一個嘅聖人阿叔比干係嘛，就聽妲己所講懷疑啲聖人個心裏邊係咪有一個嘅七竅玲瓏心咁就劏鬼咗佢嘅呢一個嘅阿叔嗰個心出嚟，睇下係咪有7個竅，原來真係有7個窿嘅，哇！真係呢一個嘅聖人嚟啦。咁我唔知道當時呢一個嘅比干係咪有心漏症定係呢一個嘅點樣？咁所以喺呢一個紂王咧，當時咧，如果喺《封神榜》裏邊睇到咧，真係似乎有啲嘅食人嘅呢一個嘅習慣。當時嘅呢一個周昌即係呢一個嘅姬昌咧，其實咧佢哋亦都係屬於一個羌人嘅部族嚟嘅。咁附庸喺一個嘅商朝嘅一個嘅麾下，咁幫呢一個嘅紂王咧就捉其他嘅一啲嘅羌人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嘅人呢一個牲畜即係人身呢一個嘅祭祀嘅。咁你諗起上嚟係嘛？你幫翻一個嘅外族去捕獵自己嘅族人，然後俾一個外族去殘殺，去呢一個嘅肢解，去虐待係嘛？令到佢慘叫得殺聲震天去祭天，然後再將佢哋嘅肉去煮埋，去烹煮埋，哇！咁過撈嘢嘅係嘛？即係你咪講添頭先所講嗰啲嘅祭祀坑喺個祭祀坑側邊，除咗揾到呢啲嘅動物人類嘅唔同嘅人體殘肢、動物殘肢仲揾到一啲嘅燒烤嘅痕跡即係話
捉咗呢啲嘅人啊，進行祭祀完之後啊，再將佢嘅肉啊進行呢一個嘅燒烤，仲分俾參與呢一個嘅祭祀鬼神嘅祭禮裏邊啊，一齊去分享。即係換句話講，今時今日嘅所謂嘅太公分豬肉啊，將隻豬燒起咗，然後大家一齊去分啊。以前就唔係燒豬，而係燒人啊！大家就一齊有份食啊！咁所以呢一個嘅機槍啊，以前參與紂王嘅一種嘅祭祀姜人嘅呢一種嘅祭禮咧，其實佢一樣有份啊，幫手去捉人，幫手去殺人，甚至乎幫手去食人添嘛！咁啊真係現眼報啦！咁啊因為所有佢後尾有3個嘅仔，其中個大仔周邑孝呢一個嘅八邑孝咧，就係俾紂王咧就係捉鬼咗佢嚟食啦。咁點解佢個仔俾人捉咗嚟食咧？咁大家熟悉呢一個嘅《封神榜》都知道，周昌即係呢一個嘅姬昌就做錯嘢，然後咧就係俾就係一個嘅紂王咧就捉鬼咗去坐監3年。咁3個仔，咁大仔就係呢一個嘅周邑啦，二仔就係周發啦，即係姬發啦，第三仔就係周公即係周旦啦。係咪3個仔咧就係費盡心思，要女人有女人，要寶石有寶石，要呢一個嘅寶物如此類推，揾齊晒啲好嘢，就係冧到呢一個嘅紂王咧，就係即係冧豬豬，咁然後咧就係諗住咧就係點樣去令到個老豆咧就唔使受苦，就係咁慘嘅。咁而一個大仔一個嘅周邑咧，一表人才，知書識禮，上曉天文，下曉地理，心地仲非常之好，仲生得好鬼俊俏。咁紂王就好中意佢，咁仲揾佢嚟咧，就係幫佢咧，就係揸呢一架嘅馬車。哇！幫大王揸馬車，呢一個嘅絕對係無上嘅一個榮耀同埋光輝啦。咁但係呢啲嘅無上榮耀同埋光輝，亦都係加上埋佢一表人才，咁就能得你果汁橡皮糖啊！咁俾紂王咧就係睇中咗佢咧，捉鬼咗嚟做呢一個嘅人參即係愛嚟咧就係當牲畜咁樣咧，就係殘殺去祭天。咁當時捉咗呢一個嘅周邑咧，就係首先咧，即係如果你要殺一個嘅人攞嚟祭禮咧，就先剁咗佢頭先，然後咧就係再剁呢一個嘅四肢，然後咧就係將啲心肝脾肺腎就挖咗出嚟，再咧就係將佢嗰啲肉肉塊骨頭再用重力一就剁，叫火雞車咁樣打呢一個嘅爆醬瀨尿油丸咁樣揼到佢爛晒變咗肉糜然後再烹住咧就係一齊去分享。咁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哇！呢個祭品正宗 top grade 嘅人嚟嘅，咁嚟去祭天祭神哇！一齊去分享。當時喺個監倉上邊嘅呢一個嘅姬昌都有份食咗佢嘅大仔嘅呢一個做嘅肉餅咁當然周公同埋周發即係姬昌同埋姬旦咧都有份食佢大哥嘅呢一個嘅肉塊咁以後尾嘅一啲嘅易經即係商朝之後就係到周朝啦，周朝咧就係盛行呢一個嘅易經，易經裏邊咧就曾經亦都有記載過點解周公旦每次食飯嘅時候就會嘔吐咁即係有個成語即係去講呢一樣嘢嘅就叫做周公吐哺咁即係好似周公咧就係求才若渴即係食飯嗰陣時咧都冇時間去食飯咧，就係招攬一啲嘅人才嘅。實情其實就唔係咁解嘅，因為佢每逢佢食飯嘅時候就諗咗去吞咗大佬嗰塊嘅剁肉餅落肚，咁唔知佢哋有冇落冬菇馬蹄定係一啲嘅雞心定係點樣食咗大佬落肚嗰陣時嗰種嘅味道，哎呀突然之間諗翻起見到啲嘅肉食見到啲血紅嘅嘢或者係叫到啲內臟如此類推。即時咧就係反為嘔到咧阿媽都唔撚認得，咁叫做周公吐哺。實情就係咧就係呢一個嘅創傷後遺症嚟㗎。其實呢一個嘅除咗周公旦有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姬發即係周發咧，即係後尾嘅周武王咧都有類似嘅情況。晚晚咧就係喊驚發惡夢，諗起自己嘅大佬慘死，俾人咧就係剁到變肉餅，自己度食埋個落肚，豈有此理即係每逢佢嚇醒嘅時候成身一身汗都不特止被鋪床褥賴屎賴尿嚇到不得了，真係真到呢一個嘅紂王冇人有咁當然個仔俾人哋懟冧咗，咁呢一個嘅姬昌即係出翻嚟監獄之後，當然就要剪除呢一個嘅紂王啦。咁而且咧就係發動一啲嘅兵變，就將呢一個嘅商紂王咧就係搞掂食碗麵打贏咗佢，一戰定江山。咁紂王到最尾佢自己自焚而死咁大家點解諗下紂王會走去嗰個嘅高台裏邊自焚而死咧？而係有好大個 possibility咧，考古學家相信
紂王將自己啊獻祭俾佢哋嘅祖先，獻祭俾啲嘅神靈啊，係最高嘅一個嘅祭品嚟奉獻俾個天。可能呢一鑊嘢並不是係代表啊，即係佢怕死怕輸啊，怕人哋懟冧佢，而係只不過係佢想將佢自己奉獻咗俾啲祖先啊，同埋呢個鬼神，自用呢一種嘅一着將自己咧就係放火燒死嘅。咁啊，所以即係當後尾啊，周公啊幫手啊，即係搞掂咗啊呢一個嘅商朝啦，咁啊亦都將以前好多呢一個商朝留低嘅一啲嘅甲骨文啊，或者唔光彩嘅一啲嘅歷史啊，就係全部就燒毀於一旦。咁啊，所以商人啊、殺人啊、肢解啊、烹食啊呢種嘅黑歷史啊，流傳到落嚟現今嘅呢一個嘅華夏嘅歷史裏邊咧，就並唔係好多嘅。不過咁喺《易經》裏邊咧，亦有呢種嘅記載咗呢一個嘅八一炮當時俾紂王就害死，剁為一個嘅肉餅逼佢哋姬氏嘅幾父子去分食。呢一個嘅歷史喺呢一個嘅《易經》裏邊咧，亦都隱隱約約咧就有咁嘅記載落嚟。咁啊，大家如果記得《封神榜》裏邊當然啊，即係姬氏一族好靠當時嘅一位嘅勁人、猛人、神人姜太公係嘛？姜子牙去幫手，如果唔係咧，亦都冇咁容易咧，就係將呢一個嘅商紂王咧就係搞掂啦，係嘛？咁啊，所以係嘛，即係今日同大家分享翻嘅一段嘅恐怖嘅黑材料、黑歷史喺華夏嘅歷史裏邊，係唔好以為我哋乜撚嘢嘅禮義廉恥啊，好高尚啊！曾經有段時間啊，相信喺商朝裏邊啊，殺人、肢解係嘛？甚至乎烹煮一啲嘅人肉嚟分食係嘛？太公分豬肉參完個祭祀，大家一齊去分享一啲嘅活人嘅肉塊啊，係曾幾啊大行其道啊！喺當時嚟講只不過係日常嘅一啲嘅活動啊，即係好似今日大家去做下運動啊、踢波咁樣啊，普通不過普通，尋常不過尋常啊！但係今日聽起上嚟就簡直係匪夷所思，而呢啲係正喺揾到翻嘅歷史文物裏邊咧，可以略知一二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係同大家分享過啦，嘅一段嘅商朝嘅黑歷史，咁啊知道呢一個醃係愛嚟蒸嘢嘅，但係以前就唔係愛嚟蒸饅頭，而愛嚟蒸人頭嘅。有牛、羊、馬、豬、雞、鴨，全部都是生，但有一种叫人参啊，人参就是用这种鼎去把它煮。可是为什么去判断说这个司母五鼎曾经煮过人肉呢？很简单，在商朝啊，商朝出土很多东西，有包括这个也是在商朝，在荷兰安阳，刚才那个也是荷兰安阳司母五鼎，这个叫眼，它出土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像我们蒸锅有没有？有一个像一个盘子，它这边有开这个十字啦，开孔啦。为什么要让底下水蒸气冒出来？上面还有盖子盖呢。它出土的时候，里面去找到什么？找到人的那个骨是用蒸过的，蒸到钙质整个流失了。人骨在里面。对，它很清楚，因为你人骨蒸久了以后是钙会流失，所以它证明了那个商朝啊，它确实有用人献祭。这个第一个，它是切实考古证据出来。那刚来那个鼎里面当然没有看到那个人骨啊，那这个有。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从甲骨文去看啊，甲骨文它其实里面有记载了很多商朝的一些用杀人方式，他们叫杀祭，它就必须要用这种鼎啦，用这种盐啦，用什么镉啦，什么一大堆这种铜器、青铜器。这个杀祭它怎么杀？它写说在商朝杀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有一种叫卯杀。这种卯杀，你看这个就像一个人从中间剖开以后，像我们看屠宰场啊，把那个猪剖开以后吊在上面，他剖开把内脏取出以后，把人吊在那个梁上，就像杀猪肉一样。对，风干。那另外还有一种叫砍头，叫划，以前叫划砍头，在商朝他们记录有1万多个头被砍下来，是干什么？他们其实这砍头以后，这个肉体或者头颅啊，就是刚才用那个司母戊鼎啊去煮了以后，像上天祭司用，